各位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嘅2月20日，農曆嘅乙巳蛇年正月25日。我係 Ken 哥哥，歡迎大家又嚟到一言驚醒夢中人嘅節目。今日嘅一言係來自春秋戰國時代齊國管仲佢嘅作品《管子》一書牧民篇裏邊嘅其中一句說話：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。呢句千古金句，相信大家都聽過、講過，同埋耳熟能詳。牧民者就係管治人民嘅人，一般就係講一國之首啦。其實國家能夠風調雨順，就有賴上天嘅安排。民間能否國泰民安，就必須以民為主。而治理好國家，則需要有決策得宜嘅明君、輔助嘅賢臣之士，同埋執行能力強嘅重臣。呢三者缺一不可。所謂以史為鑑，可以知興替。我哋首先重溫一下歷代賢相們嘅名字。周朝嘅姜子牙係周文王嘅重要輔助，制定治國嘅方略，協助文王建立咗周朝嘅基礎，係中華文明全盛時期之一，享國運700多年之久。春秋戰國時代，管仲輔助齊桓公，實行改革，強化齊國，令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。西漢有蕭何、張良等重臣輔助漢高祖劉邦，制定法律制度，穩定咗漢朝嘅統治。唐朝魏徵成為唐太宗李世民嘅輔助，敢於直諫，提出好多有利國家同埋人民嘅建議。加上房玄齡、杜如晦、李靖等24位功臣，各擅勝場，文韜武略，人才濟濟，明君諫臣們聚在一起，開創咗震驚海外嘅太平盛世。貞觀之治名垂千古，留下千秋佳話。以上嘅丞相、宰相喺各自嘅時代之中，通過施行德政同埋改革，為國家同埋人民帶嚟穩定同埋繁榮。翻嚟今日嘅一言主題，第一句倉廩實則知榮辱，係指以民為管。古人深知民生係國家穩定嘅基礎，只有當人民基本嘅生活需求得到滿足，倉庫充實，衣食無憂，人們才能夠進一步講求禮節，維護社會秩序。呢個與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 （Maslow） 提出嘅需求層次 （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） 嘅理論相呼應。馬斯洛認為，人嘅需求從基本嘅生理需求開始，逐步上升到安全嘅需求、愛與歸屬嘅需求、尊重嘅需求，最終達至自我實現嘅需求。當人民嘅基本生活需求滿足之後，佢哋先能夠有餘力追求更高層次嘅需求，講求禮節同埋社會規範。第二句，衣食足則知榮辱，係指經濟穩定。人民嘅經濟穩定係社會繁榮嘅重要前提。當人們嘅經濟狀態良好，衣食足夠，佢哋不久能夠滿足基本嘅需求，
還能夠追求榮譽同埋尊嚴。呢種嘅追求能夠激發人們嘅積極性，促進社會嘅發展同埋進步。相反，如果人民嘅生活困苦、經濟不穩定，佢哋將無法關注榮辱，更談不上追求更高嘅價值。喺一個昌盛和諧嘅社會裏邊，作為治理社會嘅首長，應該具備遠見卓識，能夠做出正確嘅決策，以民為重。富俊嘅賢能之士，即應該以身作則，具備卓越嘅才能同埋忠誠嘅品格，能夠協助首長推行德政。執行能力強嘅賢臣，即係確保政策落實嘅關鍵。佢哋需要具備強大嘅執行力、同理心同埋責任心，確保政策順利實施，惠及百姓。當社會遇上困境，例如面對庫房入不敷支，出現財赤，呢個時候就有賴官商民互相扶持，共同努力，必須有共存共榮嘅心態。首先，作為政府要協助商人推廣商業活動，為社會製造財富，回饋社會人民。第一，政策嘅支持，制定有利商業發展嘅政策，例如減稅、補貼、創新激勵等，降低企業嘅營運成本，鼓勵創新同埋創業。第二，基礎設施嘅建設，改善交通、通訊、物流等基礎嘅設施，為企業提供良好嘅經營環境。第三，金融嘅支持，提供融資嘅渠道，幫助企業獲得資金，促進企業發展同埋創新。第四，人才嘅培養，提供教育同埋培訓，培養高質素嘅勞動力，滿足企業對人才嘅需求。五，法治環境，建立健全嘅法律制度，保護企業合法嘅權益，營造公平競爭嘅市場環境。其次，作為有良心嘅商人，應該具備以下嘅條件：一、誠信。誠實守信係商人嘅基本操守，應該對客戶、員工同埋合作嘅夥伴保持誠信，避免欺詐同埋不正當嘅競爭。二、社會責任，關心社會福祉，積極參與公益事業，回饋社會，例如捐款捐物、參加志願服務等。三、環保意識，關注環境保護，採取可持續發展嘅經營方式，減少對環境嘅破壞同埋污染。四、公平公正，對待員工公平公正，提供合理嘅薪酬同埋福利，營造良好嘅工作環境，避免歧視同埋剝削。五、創新精神，不斷創新，提供優質產品同埋服務，滿足市場嘅需求，同時促進行業嘅發展。最後，作為市民，應該配合政府同埋商人，令社會和諧進步向前。一、積極參與，參加社區嘅活動，關注公共嘅事務，提出合理嘅建議，促進社會嘅發展。二、支持本地嘅企業，盡量購買本地嘅產品同埋服務，支持本地經濟發展。三、環保行動，積極參與環保活動，減少浪費，支持綠色產品，
為環境保護貢獻力量。四、互相合作，在日常生活中與鄰里互助合作，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，促進社會和諧。五、遵守法律，遵守法律法規，維護社會秩序，共同建設穩健嘅社會。通過以上嘅措施，政府、商人同埋市民可以攜手合作，有商有量，咁樣一切逆境困難都能夠迎刃而解。喺節目結束之前，Ken哥哥喺呢度預告構思多船嘅一個新節目，名為一石激起千層浪，好快就跟大家見面啦。作為中華兒女，大家都期望國家強大，社會和諧。面對世界變遷、國際風起雲湧之時，有賴中華兒女挑起大梁，帶領全球人類邁向大同世界嘅美好生活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敬請各位萬勿錯過。今日嘅節目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喜歡今集嘅內容。我哋下集再會，拜拜。